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日头下日公公。人啊，像爱谈恋爱，就像爱为对方做任何嘅事情。煮饭、烧菜、小 case， 再生两日太好本。因为啊，情人年度出喜事，不过眼看都係對方真好看啊。唔過呢，你講起老外講啊，一部嘅佢冇所看到嘅，唔係喜事，係一粒沙，韓國啊係沙塵炮呢。哎呦，也是快睇咧呐，行落去睇看啊。你條哥啊，我每一件事情哈，乜解事情？你知道人哋嗰度有搭對冇？啊？跟人哋嗰度冇搭冇對哦。係啊。你輸到乜解觸結啊？幾隻人看向驗數啊？唉，人哋嗰度按冇搭對，將手啊，木做一殺，嚇輕判呐。看人個樣相吼，真見像個死樣嘅。你講字啊？唔該要搭錢嘅東西帶唔走嘅啊！留本來呢？唔看，真件哦，社會現實，人情撲過子啦。唉，呀事件啊，還有乜個意思的咧？乜個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結局啊就會歐巴啦。一講字啊，我喺人講笑嘅啦，一下就做太戲，做個苦蛋樣嘅，接啲個拖攤，咁真嘅有人才講。好啦。唔是解釋咧，我看破咧。看破嘛計啦，佢身為朋友啦，過去啊，佢可能係有乜個做對唔過意唔去嘅事情，佢我就唔可以講嘅啦。佢講到人家老公，結婚前、結婚後，結細情、生意、結生意嘅，個愛情方面，應該冇問題正錯啊。唔講嘅嘢啊，全部過提起咧，怪我頭擺跳昂，將我木主搞到死。乜係喲，咁要按嚴肅，好啦。個友情愛情啊唔可以講啦，個講我也來啊，個功課啦、品性啦，啲學校打油等嘅啦，冇上嘅親情也出問題啊。窮樣看唔得考驗，連也來也冇用啊。南美人全部窮樣。我點解要做嗰啊大別一算人啊？古說你條哥，都要為我老公講一聲失禮啦。咩，算嚟發生乜事情啦？頭擺啊，我總係嫌講對婦娘唔好，我知道也係我個人單頭嘅想法。特別講法都欠考哩。其實啦，咩對人婦娘唔好，係所有嘅男嘅人就對自家嘅婦娘唔好，有時呢就嫌棄嘅，全部窮鬼咧啦。喂，做乜連愛都罵落去咯？冇上咩？我當然唔係啊。談起講句下子哦，幫佢彈出嚟咧。係咪人老公啊？我咪要小三啊？唔係，乜小三通常係學到老輩啊，唔過啊，佢已經當係檢房出入嘅啦。睇下，人老公已經攞佢帶咗副卡來了。係啊，古常講，哎呀，你哋嗰度有乜嘅意思啊？哎呀，人老公啊，實在很強啦。咩啦？實在很歐巴啦。你就中意人講嘅啊，唔上就唔上，一上就打爛眼。因為我老公比他強哦。你阿老人一啲關係都冇嚇。唔知道佢推案腳啦，不過有關係冇，對我嚟講已經冇重要嘅，因為我已經看清事實。看清乜嘅事實？就係啊，我到嗰個家庭已經冇 TV， 我到個習慣度已經冇重要嘅事實。哎呀，你講字，你一冇留法講到按做啦，再講啦。你千萬唔好講盲開戰就想投降，唔話到我好哦。唔係啊，不過咯，係唔係成事實咧？事情總係有機會哦改變啊。改變？哎呀，改變啊！我想喺我攞佢辭退去哦。你講知啊？你千萬唔好心泡泡誒！你要用較溫和嘅方式比方講，唔准攞佢爭啊。叫爭乜嘅呢？爭寵啊！爭寵？係嗱。總愛有信心我老公講，那人老公結婚按多年咧，樣板講，人老公對咩很有一定嘅感情，好冇？係啊，你係覺得你最陽面嘅位數？所以啊，係陽面咧。再講，喺我老佢爭，佢加稅啊嗱。咁我一樣先。你冇看到佢啊？對佢嗰種溫柔、
体贴，食到命腿样诶。你看到诶，你就唔要讲遐种话咧。嘿，他人讲也是哦，当乞靠咧啊！跟伢老公平常哦，就叫人神叨叨的样诶，我娘的想都想唔到讲，结婚娘版人温柔多情哦。我讲想到，恋爱就想到哦。干嘛样嘢？原来我老公啊，唔但枪啊，有一种嘅样嘅细路面呐，还变心呢。哈，佢要去泰国变心啦？因为梦在水啊，唔系啦，我讲嘅身体变体去嘅啦。唔係啦，我唔係咁意思，唔係講看佢水啦，我是啲個好奇講，多得人家老公哦，變到樣買件哦。哼，我今比啊就講本堂本戳下行。好，我就意思超槍槍，點點糖。也對啊，大早開始講起。好，講較詳細啲位，越詳細越好。咁樣誒，你也想學我老公有樣停樣係冇啊？梗係唔敢啦，就算我想吼，我咪乃唔好嚟，錯冇？啲就好啦，也對大早忙6點開始，佢死無良心嘅啊！唔對啊，啊，死無良心。哦，也就是我老公嘅片名啦。對也開始哦，我就係佢死無良心嘅哦。嘿，就良心本叫嘅企喺伊咧。大早忙6點，佢死無良心嘅啊，就企起來，親身到佢準備做走。哎呦，真係係要閃呐！同一條，拜託莫殺嘅死無良心嘅哦。要閃無趕。唔想結婚20年，佢死無良心嘅，連手餅、油條、那個包嘅裝嘅，樣嘅買就唔抵啦，也為到佢親身7做8做起來，攞佢準備做走。真嘅係死無良心嘅。按就算咧，吃飽誒，沙定金冰冰誒，帶定佢到樓下嘅公園去散步。實在很浪漫呐！哪個？浪費時間。等散步轉來嘅，佢死無良心嘅，要急急作衫，準備上班，看定就父母差嚟哦，還難定佢是金馬嘅，企啊企嘅，拖拖幫幫，行唔開腳呢？哎呀，也出哦，就做到跳潮歌咧。等佢啊，攀得走誒，從係兩啥，都個木顯木斯，萬年就看萬年唔順眼，萬年就唔想分萬年。唔錯啊！你加啲機會，好好攞去談看啊！談？咁樣有話講，再講，我乜個身份，乜個 TV，我先開嘴攞佢談。也錯啦，凡事總要先來後到，要唔然講唔係俾佢成落門咧啊！笨蛋就係啊！係啊，唔過哦，唔嚴嚟談，嗰兩手唔就將到個位啊！嗬，我看到佢就劇，我根本冇法度攞佢一堆嘢嚟過日嚟啦。咁二生咯，嘿，我腦記，我3記總做得，我呀出門享書來了。咁去享書嘛，咁咯，我就去打麻將，我去做SPA。咁平常一秒你唔少人享書啊？佢冇咁樣哦。頭擺做一道事情啊，我淡淡嘅排泄，也好，我姜黃黃嘅。冇錯，那也很易成虧欠，嗬。做得SPA，我就坐個樣茶，慢慢嚟轉屋卡。咪對呀，跟你做18為什麼你弟弟呀？跟你娘家就兩副腳天天坐個樣茶做吧。我調試的啊，我想花錢，我歡喜我得2天當轉屋卡，做唔得係，因為咬挨啊。唔歡喜就好，唔爽快就好。再講啊，按做轉屋卡，一來佢冇面子嘅，二來還要攞佢單獨單，佢尷尬啊。講起來也有樣啦。冇想到啊，我轉到屋卡，門當打開來，個屁股啊，差啲冇揭埋踢。你發生乜事情？佢死無良心嘅啊，為到佢屈水提早下班呢。我聽我爸嘛。又係冇乜嘅哦，要到嘅攞佢準備呀，我幫佢食嚟啦。唔是啥個講下去咧，後邊係啲食飽也兩啥吐下多，要去公園散步嘅錯冇？唔用我啲啊？哎呦，佢花錢一下，浪漫嘅氣氛每個時嚟會變過嘅啦。花錢一下，浪漫氣氛，我邊日到我幫我哋咬死，我都卡好才能去下爽快。哎呦，那這個按看嚟看啊？事都已經冇上能用嘅事啦。等日到啊，轉到屋卡來，我做咗神社好啊，夫婦滾水我嘅太高了。夫婦滾水太高，跟後邊事情全唔關係嘛？也就按到啊，眼不見為槍。我總做唔得，我見佢咩可能佢攞佢射神，脾氣衰木啊！攞佢射神，脾氣衰木，我勸人一下去哦。不過樣我絕對冇攞佢後向阿衰。錯，你啊，那堅持人原則。
就算新关主怎样委屈，俺们要输黑眼子。错，你讲是，我根本嘅吼，真件哦，算输高的啦，要撞建设的啦。哎呦，我真件哦，算重新认识你个吼，有所为有所不为啊，要不去？重新认识哎爱，呀，我真嘅冇想到，但有土了，要不去啦。嘿嘿，唔是都个傻爱咧。我敌人吼，留个死无良心的好朋友，样诶。你像老给天数讲好话嘿哦，一摆我绝对唔会原谅佢。你唔是少，你阿爸我们冇打算原谅佢。真嘅，真件啊，佢做过啊，跳车跳摇输的啦。你也有感觉吼？係啊，我老講，你阿爸吼，我絕對啊唔會聽佢。哦不管吼，你那個打官司，過去哦，我咪讓起胸片。啊，萬一老佢上法院打官司啊，再講一官司咩唔好打啊？我老講，不管你官司好打唔好打，我永久聽你本體會到吼有錢嘅可貴。哦，太難得咯，你頭講。哎呀，你也冇乜計啦。是講吼，甲人講啊，呢條事情吼，甲人頭來娘，唔相信愛哦。你個唔相信啦，個是講吼，我想我都當翕，我就笑無啦。唔信乜嘅喏？我翕都講啊，而家講嘅嗰條事情，兩人拉有乜嘅關係咯？佢就開到人嘅親情，搖搖蕩蕩咯。因為冇關係啦，大概佢死無良心，要加班的時間，一條事情全部都係拉嚟推理啊。你係乜嘅四縱八腿不得不切嘅家庭阿妹愛？一有乜計呢？哈，為路不准無胎無死，還無乜計？唔就老叫話死的神，比叫話死的木嘿。你講嘅係叫話啊？係啊。你家講嘅跪下豬，你都我帶上帶下出醫院，講嘅係條叫話哦。冇啥，我都係乜嘅啊？起碼啦。公公，因為我搞開始家嘅老姑娘就係啊，漢上是西涼，東哥西後是豬羊。漢上是西涼，東哥西後是豬羊。呢句話係提倡眾人自悟嘅，你也愛漢菜嘅時間，我好好來服侍佢哋，千萬唔好等到佢哋過身過後，才想到我用豬羊來擺佢哋。小錢啊，小到眼到都係無彩嘅，因為啊，佢哋根本就用唔到啊。哦，所以你嘅意思是講，漢上是西涼，東哥西後是豬羊，是很自然豐容ra嘅咯。冇唔錯。奇怪呢，因為我愛談嘅冇嘛嘅強容啊。哪裡冇強容啊？我朋友唔係按用人解說的啦，佢記得係用嚟講嘅咯。記得講啊。漢上是西涼，東哥西後是豬羊，是講啊，大部熱愛漢菜時節做得都是一串，是都是一串，因為啊，得記得個性個向，無論係豬肉，又係肉肉，都會切價出車啊！我可能結個老幾條朋友切搞啦，用人講咯，記得啊，都會不好子，開路出呢，然後記得搞朋友絕對冇好結果啊！人情冇按結通啦，人用咩唔結通？你係人用咩唔結通？唔通記得講嘅係馬街話哈？唔係記得嘅意思，你唔了解。錯，我唔了解。記得講嘅話是係唔係人話？吼，你係馬街死退咧啦。不過馬街死退，都應該要好也愛啊。記得咪冇不好也愛啊。要好也愛，我講一種話係，啲也愛行錯嘅事。做司機留一錯，就假死一錯。你買想法啊，根本就騙人啊！你冇想看啊！哎呀，我老笑到眼睇呢，唔但車唔敢車佢了，還點到頭做人，我騙佢了。你睇係人哈？你冇技能愛哦，唔係嗱，係愛朋友。哼，人同人好，鬼同鬼好啦。哎呦，你聽落唔嚟啦？媽嘅，眼落你冇聽過後生嘅熱性5萬以下唔是鍍金，也係3萬嘞。錯，所以講啊，唔是鍍金是冇錢，冇錢就是熱愛啊。又係花都有花啦，
表面上看起来是讲后生人唔是妒忌，其實啊，較深嘅意思係鼓勵後生人去事前投資自家。我朋友咪係外度有外啊？哦，也係馬介法。你也愛喊出嘅時間，就得死幾條一串，就假死一串，唔好等到也愛過身咧，像是豬肉、牛肉，就會自家出錢。哦，也嘅法除咗現實，像存到冇錢。No，倆唔係冇錢，倆按到苦。表面上看起來新運動腳，青菜的意思是係講啊，大幫熱愛喊錯嘅時間，就得撈幾條做派，都是一串事，都是一串，因為啊，等幾條高興高興，無論你說是豬肉還是肉肉，對，切假是冇人做派，安樣啲麼？哦，原來係安樣哦，正然係寒霜是西涼，冬過時候是豬肉，意思係不過係食藥嘅，還係搶藥嘅事都強要愛記下哦。寒霜是西涼，冬過時候是豬肉。唔知太自家有乜嘅想法冇啊？其實啊，我一下啲我不會做事，大禮拜啊，當準時100同爸爸媽媽食飯，差唔多2點鐘。過年嘅時間呢，初一到初三，到幾條鄉下嘅時間，當然差唔多7點鐘。按你算起來，過嚟24年，你老爸爸媽媽鄉下嘅時間啊，得98日天咧，啊未哦，會唔會太少啊？哦，仲唔得，然後我日打電話進去，讓我爸爸媽媽打最鼓勵。然後我強用電我杯做事嘅觀眾朋友，我記得哦，等下看睇春前個精彩嘅表演過後啊，我打電話俾爸爸媽媽講，我想我。雞鵝唔知足，常食豬肝肉；蛤蟆唔知足，常食天鵝肉；猴兒唔知足，騎火燒樹物；騎士唔知足，常愛食狂肉；阿妹唔知足，魚骨送人木。有一日，八仙當中嘅李通斌有風時風，來到一間酒店上去食酒。個店主來到是講：頭長啊，今日係愛食齋，就係愛食肉咯。李通斌就講：係哦，盤菜唔是，有酒加減好。哦，食酒啊，你係愛食淡酒，就係飲酒咯。除老你講有酒就好咧，青菜做得啦，乜嘅熱桂乾、竹葉青、500高粱、300高粱、鳳飄米酒、太白酒、鳳露酒、鳳花酒、小米酒、茅台酒、虎骨酒、布肉酒、松煙風、威士忌5加啤，盡量拿來啊！唔過嗬，請要一項哦，假酒做唔得，該為食屎嘢咯。慢啲，你一店都燉頂嘅3灘太白酒啊！兩下版本嘅幅度搶，個店主去到拍攝啊，還是過來好在講，報告頭長，我哋店都係3灘酒啊，都本意是搶咧，你行我哋店都啊，冇酒好賣本意了。個李通斌佢猛是講嘢啊，心肝都唔聽啊，就講喂，今日係開酒店賣酒嘅。做乜嘅7做8做是推廣冇酒咯？照樣樣做生意，做慢咪倒店。拍攝頭長啊，我老實講嗬，我哋店乜好細，冇計嘅本錢和中要叫貪酒啊！冇樣頭長，你度咧會咧小可錯一下，我咧挑錢計苗口計會咧啦，賣3貪酒進來。我第二賣進來，我咪餓死哦！來。也不係將賭就有酒，講阿踢李通斌白起先拉人店主來到將船啊，口中人不用小日子啊，天靈靈地靈靈，酒鮮榴蓮一等靈，噗吃扁，嘿斷盡，水漿變酒漿，倆將賭嘅個太白酒啊，見打見出餐啊，個店主唔相信啊，哎呀好。愛啲咧，
这就是仙人下凡啊！夹夹哦，老个江队大拍酒，要夹完工上桌，还有七日大拍呢。主理、主读、主风、主义、主美、主心，喊我大创变小创，老嘅葡萄少，本仙人好帮酒。该李通便是到过年长者啊，过后啊，呢只江嘅大拍酒嗬是出冇天咯，不管人客有幾多哦，而是叫探酒啊，史太嘢咧，一概冇問題啊。cái店主得到旺財，等於笑到牙絲絲哦。有個人嘢啊，李通便又來到呢間酒店，cái店主看下到，實是吩咐家伴樣，世界落鴨熱千招睇。cái李通便是講啊，哎呦，我講店主先提啊，cái小口事情唔是怪異咧。來，我問你嗬。建議你只酒店，還有乜嘅問題？我來談少係冇？我老你報告嗬，自從去年啊，得到了口酒獎啊，好事以後，不過個人家做酒都有酒做，樣辦我了口酒獎有酒冇做呢？個係講有酒又有做，我何強主高啊？啊！有酒有做，酒做強主高，妙啊！個李通便是見笑，係來人店主來到江順啊，經驗。哎呀，人心節節高，有酒嫌冇做，噗嗤！酒漿變，水漿變，當然，酒漿是淹死是變到水漿嘞。該店主啊，喊到該不能不當愛昂心啊！李通便就是冇看到分隔人嘞。鄉親朋友啊，該下講你有透露有薪酬啊，有冇收冇利，該你是地足哦，千萬唔好人心節節高，有酒嫌冇做，保密你就會，乜計到冇哦。人講啊，衣着從樂，強人唔是道，兩條命愛唱歌。今日故事裏頭賣酒嘅條家，本來唔是成本，就做嚟靠嘅好醬嘅酒水賺大錢。哈，偏偏呢佢唔滴酒，也好嘅呢，還係乖乖做生意好咧。觀眾朋友啊，我提醒自家總得睇談心，就會記得也叫老公人哦。人心節節高，有酒享無做。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，記得哦，準時收看日頭下日講講。